大家好，我係邦奴啊！嗱，要喺將軍澳區揾一個超過600尺嘅兩房單位咧，呢一個屋苑咧係其中一個選擇。藍塘澳由麗新集團發展，合共提供605房，2018年入伙。嗱，單位咧實用面積604尺，而原業主咧亦都做咗好多入牆櫃啦，所以客飯廳咧亦都好分明。另外咧，由於樓底夠高啊，所以咧亦都可以做啲咁靚嘅吊燈啊。跟住嚟到廚房，咁就分咗兩邊嘅台面部分啦。咁所有嘅配備都齊晒嘅。咁兩房嚟講咧，空間亦都足夠噶啦。跟住嚟到浴室，就係好多客人中意嘅光廁設計。咁亦都包埋浴室寶啦、浴缸嘅設計嚟嘅。之後係客房，2米1乘2米嘅標準 size 啦。咁所以單人床、衣櫃啦都可以擺得到嘅。最後嚟到主人房啦，嗱，見到原業主咧做咗個地台床啦，而床尾咧亦都有個好大嘅入牆衣櫃嘅，收納空間非常之多。而床嘅旁邊咧仲有張梳妝台。嗱，單位咧就介紹完啦，唔知大家覺得600尺以上嘅兩房夠唔夠大咧？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咧，隨時 call 我睇樓啊，拜拜。